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2月1日，沙田日馬星期日共11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、2、3、0。重心嘅精選係第2、第4同埋第9場。第1場10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0號銀刺勇士，佢呢個黃志宏近績最好，跑過2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新輝之星，佢呢個鍾易禮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2匹7號應龍飛影，佢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同埋3號智力之城，佢呢個潘頓初出馬。第2場12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首進，佢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，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銳一，佢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。第2匹9號盛世威風，佢呢個潘明輝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。同埋3號艾比奧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3場1400米1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光年魅力，佢呢個麥道朗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一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好有心得，佢呢個班德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第2匹1號手機標霸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同埋6號飛鷹翱翔，佢呢個艾少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。第4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跨境駿馬，佢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自動自覺，佢呢個黃志宏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3。第2匹1號馬寶寶，佢呢個何澤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同埋9號超拍檔，佢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第5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1號賢者威風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快樂神驅，佢呢個霍雲星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2匹14號嘉應勇士，佢呢個潘明輝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同埋13號有情有義，佢呢個何澤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6場10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英雄豪傑，佢呢個黃志宏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超眼光，佢呢個艾杜拿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一，1次第2。第2匹8號巧妙，佢呢個艾少禮近績最好，係跑第9。同埋5號價值傳承，佢呢個潘頓初出馬。第7場16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黃金騎士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，2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
14號勁進天下，呢個田泰安成績最好，係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二匹7號天鳳貓，呢個麥道朗成績最好，係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同埋2號機械之星，呢個潘頓成績最好，係跑過一次第一。第8場1600米4歲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白鹿金剛，配呢個布文，成績最好係跑過4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小鳥天堂，配呢個何澤堯，成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2匹6號晒冷，配呢個巴道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，兩次第二，兩次第三。同埋4號美麗星辰，配呢個麥道朗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，兩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9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男神，配呢個麥道朗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金匯千歲，配呢個奧爾文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。第2匹2號九九為君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二。同埋1號杜月橋，配呢個田泰安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10場16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1號安都，配呢個艾少禮，成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，一次第二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9號超勁赤兔，配呢個紀仁安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，兩次第三。第2匹8號一生好彩，配呢個周俊樂，成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。同埋2號潮州精神，配呢個布文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二。第11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綠野飛馳，配呢個紀仁安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，4次第二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偉金主，配呢個霍雲星，成績最好係跑過一次第一。第2匹1號進跑得，配呢個布文，成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三。同埋3號大眾福星，配呢個何澤堯，成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